好多人不知道今天来跳，他有些应该跑到其他地方去了。8点整了，8点钟了。这个是不是太亮了吧？
长装就出来了，那个滑动木，昨天前天都穿好了就不出来了。你去不去？要去啊？啊？金川要去吗？你去还是你参加不去了？今年不晓得，应该没得音乐节的嘛？去年是有音乐节，哦，但是你可以去，花节你可以去丹巴那边耍噻。那个我们他没邀请，又没费用。丹巴那个他们那个去2次是有钱的，这是直播吗？直播，这是直播，这是有块有 YouTube 直播。这个一个竖屏，这个横屏，对吧？这个竖屏，这个用的4K60，我开错了，我应该开1080。这竖屏是裁切的，就它直接它有个竖屏模式，有横屏模式。之前在推一个竖屏，现在好像不晓得咋回事。还有是不是还能放大？对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实时放大，它是不清晰感觉啊。这儿里面有这个。是算了。你要去啊？我去没去过金川看一下。去吧，已经去过一次，但是上次它是有音乐节的嘛。哦。今年好像没音乐节，没看到宣传有音乐节。它是2天时间，好像是17、18号。我的意思，去年它是有音乐节，就是有明星唱音乐那个。今年它可能就只是个梨花节。去年它梨花节跟音乐节它是一起做的。有可能是政府没钱了嘛？要么是单独那个嘛？本来现在政府也缺钱。给算了，换选锅嘛，选锅就给了，拿给他就可以了。这上面写的啊，啊，没事吗？没事。哎，这是台湾的朋友送的。江青标江也叫江出水可以吧？江青标先生。送了很多次了，他送了应该这次送了7500台币。早就来了，一直在这儿。我用竖屏直播还是4K60？我搞完手指分辨率了，搞忘了，哎。对，提前一天，徐州走不了吗？走不了就换人了，我有给啊。他去过金川啊，那次前几天嘛，那个前段去那个
风的车子，逆风车在摆龙门聊天嘛，在车上。徐峥和那个瑶瑶聊天儿，忘了那个水老年应该跑了120，跑了120好像被交警，然后到收费站被拦住了。婆婆云峰要去，2个人，还不知道其他没问。后面穿黑衣服是杨娜。为啥子？为啥子没有？没知道。
你看他脸，不知道是谁。他们在井里，然后我们来去，后面去找吴京他们去了。哦，不是，好像是今天吗？我忘了。啥子好久没玩了？你去不去金川呢？啊？你去金川玩？不去。要上班吗？没喊我的，没喊我就不去了。自己去耍噻，单板一样。懒得跑。还是很想跑哈。哦，5、6个小时说的是。30百公里。过了马尔康就是老路了。哦，烂路嘎。也不烂。轨道嘛。他马尔康上去了一节就修水电站，那就不啷个好走。哦。我觉得甘蔗吧，每年都来修几十年了还在修，随时在修。要去是吧？我要去，我自己要去。还有哪些要去啊？好像还有云峰吧？哦，云峰。
个瑞瑞他们跳的比我那个。不来了吧？那么这旁边，要是点赞没点到他那个心里想的那个几十万的赞，他就不来了。什么最后一个啊？桑木和杨娜在后面出。
俺明天练喽。啊，对啊。你那一盘那些没记不了，记到12点。那你说的昨天晚上嘛？啊。12点昨晚在跳啊？我都没看见，昨天那一盘跳了嘛？跳江西人嘛，西北圈也在跳。啊，那都在跳。已经做没了。输了在这儿了嘛？输了，然后陈楚、林屯儿，然后是李丽，后面那个是阿杜作吧，后面那个梅朵，后面那个是阿莫啊，后面那个是阿妹儿，他们不认识。这个是那个就不用介绍，阿勇儿。叫做市长，然后王未来，是要送花的，李丽和钟马初，还有一个李丽，一个是巴东舞步，巴东舞步后面把衣服发了，之前来的穿的便装嘛，昨天晚上也穿了一个衣服，前天晚上也穿了一个衣服，后面穿的衣服都没来，张新拉不没来，这个永春儿他们关系很好，以前是和苏拉关系非常好，苏拉来了，然后张新拉不没来。安平产品。旁边全是小孩子啊，跟着徒弟两个都围到他旁边的。因为我看屏幕没有看现场，看在屏幕上面，错了很正常哦。飘到那边来了，
今天是不是要挑衣服啊？这个比较高那个来了，这个没问名字。看书的，转一下吧。跳新舞了吗？几点钟？还15分钟。6号过桩吗？要跳1个过桩。过上走马吗？没问了，其实我也很确定啊。他本来也跳了不多嘛，就是比做那个1、2回。
有新的吗？就好像都来了，就是用这热闹的时候不来嘎，啊这热闹的时候不来，他是练舞要来的嘛，他排练，有好各种。他其实都够的，都够的。这个羽化服装出了好久，去年那个年就出来了。比较多。洗绕盘，零零。哇，出钱穿这个衣服比较少。完了，我觉得他穿。啊。多久会跳吧？这个羽化服装，这影作没来，永记没来，张希拉布没来，还有那个，还有老六、阿郎曲珍，太多了。明天又来。羽化服装就是一段，都不是全。这是没过去。那康主不在了呢。没多还在过年哦。哎，送花的还没来呢。要把花瓣拿过来哦。对啊，明天要带过来。不然明天。对啊，等几天。长毛了。啊？什么？它长毛了。哦，不得，没长那么快，它要长几个月，长得很慢，长得很慢。这样。那你说明证，说明你跳舞了的噻，说你跳运动了的。啊？你看这个。这个全是汗。它不厚。几点钟送花还没送过来呢？
们还有一首歌嘛，我问一下，还继续等一下啊。还有一首，一会儿播放。我等一下啊。9点钟了，你赶快说。还有一首。有号播放，让他把再最后一首吗？还有一首啊，好。还有一个新的，也是新的吧？办会来了啊！守卫的收场，可能被你看到。没多没来，我还有好多个没来。这是市区拉草，你戴个帽子认不到你了。哎呀，你们3个人，今天去锦里是你3个嘛？还有一个那个，你们2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同学。我不认识，没见到他，没看到他那个，好像只看你2个。我晓得过来了。现在那个市区拉草调了，就是以前收束之前状态好东西。这小拉那个比较高的那个是，这是扛猪，这是我们注意到跑到哪去了？新哥，那个是金川的吗？金川我挺奇怪哦，是他吗？Say
这个黑衣服，就前面那个。这个黑衣服。这个。没有装灯泡，没跟装。丽丽在后面，都是丽丽的吗？丽丽，这个灰衣服黑的，这个灰衣服的嘛。3个，还没上学有。好了，结束。你在跑了跳一区对不对吧？他看个脸去啊，一去啊。哪里的去？哎，哎，就没去弄完跳，弄完没跳的。要是还有一个没有送吗？送了，一个是两个现在出的。啊，我这他是说2个人，还有那个一起送。老多的，还有一个2个，一个是1年，一个001个做了跳。哎。没有练舞。要晃了之后他们都不走了。啊，你练不练舞呢？今晚上排练不？排练不？对啊。啊，想拿回去吗？想拿到葡萄去吗？没事吧，拿家里面。拿到家里面去了。对，我们顺路。哦。你们一起走吗？我要回家。哦，我对。他们要去练舞啊，到哪儿去？找勇气去不去？你也去吧。要去练舞吗？啊？对，要练舞。但我先去拍个视频。那边拍个视频。就那个扣子上嘛。你找云峰吗？找云峰吗？哦，咱们已经帮拿了哈。哎，虎虎的。韩磊走了。关灯喽，下坠喽。我也忘记了跳衣舞了，他不跳，没时间了，现在。你回去了吗？再见。他们要去练舞。啊？他们要去排练。他们要去中国移动。反正你也不会跳那个，你也不去。拜拜。他们参加那个。他们参加那个排练，去金川了排练。我知道。开始热起来了。啊，热起来就21度，就要20度。我都把衣服都剪了。明后天哇，又拿了啊！这个又被收刮了啊！好看啊！他把卓玛初的那个拿出来哦，要么就是丽丽的。今天我是最靓的仔。对呀对呀。我是最靓的
的仔哟。对啊，本来就是，你看嘛，好亮嘛，对，仔仔。亮晶晶的，全身都是亮晶晶的。哎，去不去2楼啊？我不知道，去不去看一下？应该。现在几点钟？才9点钟的嘛。9点11。不知道他们拍视频东西。再见。我去看一下上面，我不知道，我去看转一圈。我在楼上去看一下。要么我去哦，对了，我去那边跳舞那边去。哦，好，再见。哎，好嘞。好亮嘛！看一下来，再见，取证。好嘞，好嘞，明天见哈。明天见，明天我把他带过来。明天我要去我妈妈那里。啊，去医院几点钟去嘛？上午去吗？下午去？上午9点。他们这么回事？还是做手术吗？还是不做？不要做手术，不要做手术。不做了，不做了吗？他们那个就是一直用药。医院说了那个好了一点点说。好一点点。哦，1年，1年半吃个药说了。就是可以下床了吗？1年半，还没出了，1年半吃药就是慢慢。哦，没有，随时吃，每天吃1年半。吃药1年半。哦，那不是就可以出院了吗？出院了吗？还有现在没出。现在还不用出院哦。1年半，慢慢好了，不是啊，快点不好出了。哦，慢慢吃。这状态好嘛就好些了。他之前没看到有那个，他是肚子痛吗？那种症状吗？他之前我看了精神状态还可以啊，突然就那个了。哦，谢谢我。没事儿，不客气。家人们真的好亮嘛，好亮。说你啊，没事。送红包送钱的都是给你。没事，大家互相帮助可以。谢谢，不客气哈。谢谢，感谢。不用，不客气，不用，没事。谢谢。没事，你戴墨镜干什么？帅不帅？哎，太帅了，就是看不到，你自己也看不到外面。你外面看不到，看到吗？哎。或者戴到脖子上面嘛，戴到头上也可以，或者扎到头上也可以。戴到脖子上也可以。好，好嘞，好。好，拜拜，明天见哈。好，好嘞。明天见。好，明天见哈。再见。去楼上转一下吧。他们排练没那么早，没有这么快，没快那么早去。有错没有？先插线。带走了妹妹。曲针吗？这个是曲针吗？不是曲针，我有点错了。啊，没有，我看是认错人了。让他收吧，我帮他拨一点。说完了吗？我长期收了，长线都收了吧？长线都收了，还是中间跟来的。不要2号线收。走，我们就逛一下，我去2楼逛一下哦。这个人太多了。他今天就给我说是我在上面去喊我。这雍正也在收东西。那个导演话是那是值班的事情，他不能拿抢去拿去弄。到引体向上，哦，还可以哦，拿了几个。我们家那个1个都拿不起，我们家那个体育成绩差得不得了。我去那边。好久就排练。待会去。收完了就去了。啊。永吉肯定要来噻。不知道。昨天晚上来了的嘛？昨晚上不是来了吗？
对，咱们上次开始练舞了啊，热起来了，现在。金麦王宫。来着。快点，我要去那边。走哪都多小球。这个广州话最新鲜，听不到。